你屋企張飯台除咗用嚟食飯，係咪用嚟堆信件、鎖匙同雜物？飯台係一家人聚氣嘅命脈，堆滿雜物就等於堵塞全家嘅財路同運氣。飯台亂糟糟，財神點會坐埋嚟？你唔單止會發現啲錢左手交右手，一家人仲會日日無名火起，猛咁為啲雞毛蒜皮嘅事嗌交。點樣重新啟動個財富？教你3招。第一，今晚即刻清空張台，只留食飯用嘅嘢。第二，喺飯坐正中間擺一個果盤，長期放5個蘋果，寓意平平安安、五福臨門。第三，食飯嗰陣開光猛啲嘅燈，用陽氣去催旺個聚氣陣。呢套家和萬事興嘅催旺秘法，越有錢嘅家庭越講究。今日免費教俾你，即刻點讚收藏，轉發去家庭群組，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：家宅和諧，財氣滿屋，一家人齊齊整整接財神。